新闻讲到，这世界卫生组织第14甲大糖阿斯巴甜列做是2B级的致癌物。这2B级的就是讲，对人体研究致癌性这证据是真有限，不过伫咧动物实验，这个证据是无够，可能是会引起癌症的成分尔。阿斯巴甜是真接看的人工甜味剂，甜度真悬，活近蔗糖的200倍，毋过差不多无热量，常常用来代替原果糖糖浆、蔗糖还是焦糖来做代糖使用。市面上有活近6000种商品有加这种阿斯巴甜，像讲起膏、秋莲糖、优格。加烧的药水，也有一寡讲做无热量、无糖的可乐果汁。虽然这种化合物使用这么多，不过为1980年代上市了后，阿斯巴甜的安全性一直有议论。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2大机构——国际癌症研究机构、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委员会，对全球有几多千份科学研究进行分析了后，则是宣布将阿斯巴甜列作2B级致癌物，意思是对人体研究的致癌性证據有限。动物實驗嘅證據無充足，可能是致癌嘅因素之一。So the working group classified aspartame as 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, that is group 2B, based on limited evidence for cancer in humans. This was specificall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, which is a type of liver cancer. 剛數2B級致癌物包括着挪威跳出物、亞洲的醬菜類，一個目光的工作頂300多項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公布的攝取安全限制，要按照個人體重來計算，每1公斤40毫克。So if consumers are faced with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to take cola with sweeteners or one with sugar,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third option considered, which is to drink water instead, and to limit the consumption of sweetened products altogether. 營養專家特別指出，厝內飯桌頂上好莫放有糖的飲料，以免囡仔養成愛食甜的習慣。另外，佫強調有一寡證據顯示甜味劑對減肥無效果。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。